收看今日嘅福氣女呢個節目。今日大家咧講嘛嘅，哇，講到大家都當地哦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哇，八音吼，安樣嘅音樂都呢個生活地圖吼非常嘅重要。可能當到看天時嘅，向像因為啲頭擺過年嘅時候談到八音，結婚嘅時節要談到八音，到廟都要談到八音。不過你下當場動手談到咧吼，今日福氣女咧是讓大家好好嚟分享一下八音吼，你搶到嘅台內邊係馬莎咧，其實你準備嘅天福八音團嘅團長天文講團長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竹北嘅天福八音團團長天文講，大家好。歡迎先生耶！今日當難得吼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係講有六人都係很欣賞來判塔了做八音本大家談，咁個定義上係提起八音打嘴鼓錯嗎？錯嗎？會緊張嗎？唔會緊張哦，因為吼我做埋唔啱，因為我當緊張。唔會緊張。唔係，因為八音很難吼。咁講吼，講實在話吼，八音安樣嘅東西都喺呢個客家嘅傳統文化地度非常講上擺哦，非常嘅重要。係，咁講實在話，你下2019年、2019年，感覺八音安樣東西強為冇睇咧。有安樣嘅感覺冇？有啊，你係感覺，因為時代嘅進步啊，你下人後尾彈呢八音嘛，彈嘅八音像有個老人家吼，幾好嘅彈嘅，你係八音，特別彈哦，佢會有唱八音哦，當去看咧。所以跳擺嘅時代係當我去看，喺你下睇跳上去好彈。唱機用按超音哦，按超音。咁講跳擺你客家種地都講實在話吼，八音從我嘅經驗是係，我過年嘅時間，我爸爸天才用八音來彈。咁講過年有冇初一早先哦，爸爸用用個垃圾肉油哦，八音是又好彈。所以跳擺八音其實東風嘅時節，彈東道嘅八音師傅分享。該兩時八音東風嘅時節，當日都會出團。有冇？有啊。啊，呢個嘢嘅你做你是啷創？你是啷創？幾張嘢？係啊。哇！八音誒，辦錄音，忙做錄下辦錄音都在講咧。我現在要回家，回家回到辦錄嘅時間天發又來，要更加有冇天發？冇天發。啊，忙有天發，就咪會轉播，要麼你去上茶去上茶來冇啲去好多位，還有啊。去好多位吼，即係兩是廟都堂的多八音，錯冇？係，還有結婚嘅時節。還有做生意啊，還有廟會啊，去做工啊，拜拜哈，啊你係節目新民上演啊，全部有啊，全部有會唱八音。冇錯，新民上演時節，順頭是有隻八音團，八音團，你做啲講像伴奏錯冇？佢係一種過場音樂。你未記咧八音團是講有唱咧，意思是講。你下八音就是做本新民堂，做本新民堂吼，大家用啲老年，按住度你打盤嚟吊碟，後咧八音我特別我吊碟，按啲感覺嘅氣氛就冇重樣。因為嗰陣時他們有唱片，唱片當銷，錄音帶當銷，所以佢會看現場，看呢樣嘅嘢，現場係。像你下啦，你下嘅移民節，漢族的東應講，你講起主講有冇？還有東道嘅因為唱學功夫嘅人吼，會唱八音團，嚟到嘅祭典地度，你下看看得到。佢講你下吼，你講鄉親朋友，像搭上熱天嘅時節，移民節看嘅時節，看得到哦，東人就會圍觀。為什麼？因為你下圍觀是因為感覺已經快要看不到，錯嗎？吼，所以欣賞你自家做八音做幾多年咧？我從17歲做咗一下，17歲緊學嗬，緊做，哦，嗰陣時你下68歲啦嘛，嗬，所以講18、28、38、48、58、68、50年咧，我先生做八音50年咧，所以你下50年中講變化最新嘅係最興盛嘅時候，差唔多嘅。光復嘅吼，前後嘅，光復前後嘅兩時，是咧15年內吼，是好麼八音是強種，就是
就摸起来。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用个山哦。你唔会啦，你八音的团的吼，只有县市啊，有县市哈，你系如吉上宫啦，县市，安个天都烟塞，四天王家咧就县市传下来，唔会抹的。还是希望这类传承。永远讲，永远讲，唔会。太棒了。你睇八音的吼，绝对唔会抹的啦。然之后从啊创新，你系嘅。文化部吼，又博到资金，本来就创新有6、7、8年呢，哦，喺度嘅新竹嘅文理堂，佢要開辦吼，免費哦，免費50錢睇睇哦，你啊要攞한個青年、中年啊，青少年啊，要學生也要，還是創新機，啊，你啊是按漸漸就按。看到有後生又出來了吼，還是講人家市場吼同時吼，所以你講你係好少。唔過重點講，因為吼百姓倆哈吼，雖然市場好勢，唔過頭擺係因為市場大，所以百姓團結春菜很重要，對不對？而且講好南堂梁思聰先生講嘅，剛開始當年有20人衝，每村好有錢，唔過倆下因為看台基有像文化遺產，對不對？倆下用創新嘅觀念，攞按將嘅文化攞去流傳下來，對不對？你看先生講嘅有冇哇，很溫柔有冇哈？哇，當溫柔當斯文，唔過先生嘅學生啊，我有訪問佢哦，叫我看到嘅天文講先生，哇，好緊張，當緊張。因為已經很崇拜老師，覺得老師是大師，有冇？我冇講嘅。對，你講喺緊張嘅意思是講，哎，你看噴出嚟會先生會上嗌冇，唔會啦。還是講佢就咩講佢唔錯哦，噴唔錯，唔係大係唔錯。是少咗佢計梅陀啊，計梅陀出衫，唔得啦。梅陀就是講梅陀冇。計梅陀是講冇加添本啦，加到乜嘅香料落去吼，所以佢噴出嚟太烈、細烈，佢唔啲啊，所以佢就計普昂噴，咩講佢噴唔錯，佢咪要辦要料。冇錯，其實講實在話吼，百姓絕對唔係講誒，你根本你兩家人用打嘴鼓是講得睇的，因為其實百姓嘅學問吼，超過大家嘅想象吼，所以你根本其實係拿良上則簡單嘅東西咯，提高咗分享吼。比如家下人有講到啊，線上嘅學生啊，什麼，所以線上挑白嘅音，因為八音吼。做埋講，你現場面講，現場動作線上帶了一個百年古譜，對不對？剛剛係古董了，對不對？800年的，可是挑白你們學八音的時候，你們真的就是看這些古譜學的。係啊，我挑白專門看啦公車譜。公車譜，哈，因為你倆哈從那個年頭來送回是已經是那個五線譜了，對不對？哈，他倆下動作以後為簡譜，可是線上挑白後寫是係公車譜。共齊譜是嘿，鄉親朋友倆下讀天時看到誒，好像都是在寫字，對不對？可是大家知道嗎？倆譜啊，一頁一頁翻開，它是一首一首的曲，就是一首一首的譜，對不對？哦，我今天哦趁這個機會來做一個義理小教室，好不好？其實是田文光老師的義理小教室，從倆寫共齊譜，嘿，共齊譜啊。哎，鄉親朋友起來，哎，好奇怪哈，我們看一下，這個就是。哆瑞咪嘛，你等下寫哆瑞咪，對不對？哦，好，它簡譜是嘿1、2、3哆瑞咪，比如我們說咪瑞哆咪瑞哆，就是咪瑞哆咪瑞哆。哎，可是共齊譜冇強容誒。佢共齊譜哦，佢有隻會唱出咧，有隻韻，要有個韻味，有隻韻味哦，很就係噴塔嘅落去，愛到愛獻，其實要計梅陀掉。先生跟你講一下兩種，哦，你跟我講響車降歡溜烏衣香，係啊。哎，聽起來是係哆瑞咪嘛，哈。可是中間鄉親朋友是不是起到講，哎，那共齊譜講起來當種長度，那為什麼我哋會學共齊譜咧？誒，共齊譜講啲係要隻梅陀，而隻梅陀是講一個韻哈，係，從比論講，先生比論講，不能講
有啊流啊，有啊香啊，讲讲有流讲流啊，香有香啊，有流讲流扯讲扯香扯。哦，你看哦，信上打一下还有。板料，我是不会啦，吼，来打下不信上小哈。如果该下糖都是信上用闯出来个贡车谱，那大家会讲，我真的让大家来讲呀，好重要，因为大家会讲，这跟五线谱就蛮有关系。信上你刚才从一个贡车谱，是讲用五线谱啊、简谱闯出来，不很容易。哦，叫该讲用简谱闯出来哈，也系是强咗梅多的，强咗梅啊。拉嗦拉哆咪咪拉嗦咪嗦拉哆拉哆拉嗦咪嗦嘞咪嘞哆嘞。对，所以乡亲朋友可能有没有听出那个韵味是黑高？其实那个音符跟音符中间有很多的，比如说像什么转音啊，哈，你讲的转音啊，黑讲用很多像拉花那种很花俏的音，其实。就比如说哆瑞咪，哆跟瑞中间的一些转音，所以靠贡车谱去加以揣摩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了吼，一种诶贡车谱各有佢嘅仓促啦，错，各有伊嘅短处啦，错，仓促是讲贡车谱吼，就是讲有个眉头，喊你嘅短处。你也冇欣赏人看，其实你是念唔出来啊，佢係唱短音，哦，佢有啊溜，我講有啊溜，唔緊要，所以有個唱短音，有啊溜啊，有啊香係，就是貢車譜才有的，對不對？有啊溜那個啊，有啊有個，喺你簡譜吼，是嗰隻咁呢種心事，呢個其實有長短音，有全部有九咪咪，很精準，很當準，很精準，啲衝突是當準，一般人看過就同樣，喺你講車譜是唔係哦，講車，所以你講車譜啊，萬個人你按度傳下來嗬，四門冇同樣，你四門人嘅四門樣咋，會不一樣，偏強小個。又咪嘢，不能人係不能，又咪冇同樣啦。我係計唱短音，佢先生冇教人打好，又係又咪吼，佢唱短音，係視力嚟咪要爭，係技術係要爭。要爭，係，所以我講哦，談天文講團長咧講落去，啊，因為講古感覺吼，要動動意來講吼，咁個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站在咧談幾講古。
把糖都改百姓改染走是系线上改天波百姓团嘛吼，而且我都有看下看，说线上是讲，哎呀。改你还退休咧，改没退休咧，因为你还未90岁咧，是不是？80岁、88、87岁，什么？所以科研嘛，科研其实很需要传承，对不对？非常需要传承。不过你上团节目有讲到哈，简单讲一下，其实因为刚下看，西方这边有看些没有相信，台架前面都没有谱啦，所以你们的谱都是配起来系吗？配起来。那你都跳脑洞好呢？该是有用贴砖那方式啦。不过还你会配起来啊？对，现场来问一下，从你样配吼？你看哦，我们刚才那一首是心意金鼓嘛，哈，哎呦，你配你背了几首？你背了几首谱？有没有超过100首？有100首，不是啦，110。不是。所以老师，你们真的从18岁开始会那些谱，真的就是每天一点一滴的把它背在脑子里，是这样对不对？哦。有的下摆多岁会唔记得，所以我就是来写起来简谱，简谱哈，下摆编那阵下摆后背音哈，其实可能都其实第那种公词谱、公车谱、老哆来咪的对照写出来，哦，两个就出书哈来对照，下摆讲唔会讲，该公车谱每人样打扮了。错，线上总买会强调说某人让你打扮，因为线上出书其实是公词谱跟简谱对照，大家还是可以学，大家还可以走得好。如果因为跳白那什么地方学不到，其实就是中间的技巧、细的运用啊，老师。所以跳白感应学这个要拜师，对不对？对，拜师，好像要入门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成为你的弟子，然后而且你传承的时候是总得留一手。要全部传出去会吗？还是会留一手？经常问这个问题，拍谁？会啦，你系吼，讲照例是总得留啦，照例总得留。不过还有会留。哦，还会留。该系呢个学生的天分，你都该啊。哎呦，有道理。其实为地界啦，地界技术有没？所以哈，其实因为俺有访问过天文共欣赏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因为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，跟他讲，哎呀，那个谱你拿去看，你只刚那一口你自己练，因为东都后上师兄欣赏讲，哎，给练好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喷到从欣赏，除了天分、勤奋之外，还好重要是欣赏有跟喷，然后徒弟要在旁边听，对，要在旁边看。对不对？传艺传心，谱为熟，谱要熟，还有细力，气要足，气要足哦。还呢，过了嘴唇，用慢慢转换如何运用技术？对，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讲传艺传心，因为传技术，其实这个技术其实也是真的是一种。心意的一种传承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到百姓团队，如刚才看到个图片，大家有发现老古动宠啦，爱先动宠啦。不过其实地图有在零分感音乐嘛，个零分音乐，是你讲塔哥，其实唢呐一直在里面是领航者，对不对？好，欣赏你今天有带唢呐来，有啊，我有带来，你系八音塔吼，嘅八音啲拢最重要嘅，然后了摆了按落台塔，台塔。台塔吼，台塔，佢係噴白嘢未有？條擺老輩已經講啦，噴吊碟，吊碟啊，噴吊碟啊。你下也有晒到後輩已經講噴啲線索啊，線索咧。冇強嘅講法。吊碟係水線，水老輩噴吊碟。所以線上你下那度了解塔的有冇？大家可不要小看這個塔的唢呐，其實它可以解構，對不對？就是它第一個是。你下按落手。哦，你按落線上你這樣那能不太加快？你按落手啦哈，你係最重要。頭手二塔三四符。頭手二塔三四。第三係四符。
哇，所以其实哨子最重要。对对。然后那个本身的构造，所以第三才是师傅。师傅嘿，还东西唔好，你师傅好会喷就喷盖上喷出来。所以老师，像这个哨子对你来说很宝贵，对不对？小小的，所以你要哨子本身也有声音。对，是，本身也发音，你最主要嘅发音。是不是它的湿度也很重要？湿度你要保养機嘅濕度，保養，保養嘅先，保養下先噴下嘅熱了，你係熱就咧動結構嘅熱。叫全部要春夏秋冬，咁你係日本學問哦，春夏秋冬哦，你要看得少喎，春天噴埋少，夏天噴埋少，秋天。冬天、浪天時這種叫土，你就噴埋手。哇！所以你基本上吼，流浪的時節有點浪，所以先生要拿浪天來掃的咯，係咪？先生，等做得到，大家都從掃的本身是有上嘛。浪，你係浪天掃哈，那些先起來驗看驗啫。你喺度掃，我先噴下要按嘅鹽嗬，按嘅鹽咧就你掃嗬，你掃係做得好嘅。你天團你按度燉啦，燉啦嗬，你學術界嗬，我講吹嘴嗬，吹嘴嗬，吹嘴還要掃哈。老師，我還以為吹嘴是前面那個連在一起，雖然還是分開。你係按黃片、雙黃片啊，學術界學界是講雙黃片。你講行音是講掃，偷掃你上師傅，你做啲分解，對吧？所以線上做啲讓你起下音，你當過節做啲未做啲發音，了叫雙蹲哈，雙蹲發這個音，了技巧性的是說，你噴噴下個你起音咪好，你先練習下我們喺度講啦，哆咪嗦，個哆咪嗦，上降溜，上降溜。所以这是先试，什么先起哈，上降溜。你看我一直念不標準，被老師糾正。你下蹲，你規節然後下蹲，你讀個好下蹲。佢也有種嘅特技嘅噴法，特技講技術嘅噴法嚇，也係按哆來咪嚇。上降溜，你最初活動，你入面讀你讀個你頭會噴安就係都市嘅力，做唔得到你最高嘅力唔拿大。要都市嘅力好。你要做起來音，你要有準。所以卡起來係講先生，你結合起來兩技。而家普通人的技術幫噴發就講你要做什麼嘢上，你要模仿什麼嘢上，你要做某個台發，誰來也上啦，什麼也上，誰來也上。那誰來也上，互相嘅交換弄出來佢做啲噴 Q 做啲噴了到上過彩叉，就全部做得啦。嘿，哇！鄉親朋友到底啊，聽錯未？知道講哇，線上嚟解說按咪些，講到讀個，講到噴吹嘴吼，唔講，啱啱其實結合起來，唔講，冇這塊哦。你嘛差定下轉來，我是咪拜託一下天文講嘅團長，佢做啲噴一社團本大家嚟談下麼？
朋友走在绕墙头天文共吞总哦，吞总都有聊片哇，老师你的教学真的很细腻嘞哈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觉得爱信狗来盘一下一个就是那个音乐的口腔，本线上走在好好的讲一下两个结构。不过线上你可以简单带来一团，你青菜写一团，塔个喷的改 Q， 然后现冲改向前然后电视机前面改向前面分享一下。好。你我喷个八板节，就是讲佢夾嘅部分，金板嘅部分啦，嚟，金板嘅位數嚇。这都是八班的。好厉害哦！因为公司才会可能电视机前面个乡亲们可能冇按用来感受，我们讲来读现充堂公司才会，它个是一个像这样子的曲目，好夹改好夹板改 Q 条，是真的可以呈现一个唢呐手的技术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很有气。那是整个气的一个循环，有没有孙宽改运用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老师说，哇，那个嘴巴、那个嘴唇，所以很难。你系八品吼，然后抬调，然后风方面高山流水，然后因为一般人好唔敢喷的原因是。这演员是讲，既有技术哈，还有慢调，接夹的，所以你摸过功，喷塔嘅人摸休息，摸休息，还摸休息啦吼，还其实唔好唔敢喷，还有种有个当到里边种个高山流水地路吼，该吼有当到有技术的地方，所以。好多人唔敢喷啦。真是，因为从来很门外汉，有冇？我糖出来，我是起到动好糖，其他技术，我嘛唔地走在分辨。所以线上讲的像慢板转快板啊，转其实没有真功夫，冇真些功夫，冇买敢喷，会来不及哦。真的是这样子，而且唔但想用，因为其实贵在百姓团是电能塔的领军，对不对？来做整个演奏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灵魂。可是够讲到俩哈，线上它其实不只会喷塔个吹、拉、弹、打，线上你样样都会。对，你是从头白开始，你这样子全部都学习。我最先哈是学先呢，先那个最先哈，先因那个先哈，俺过了学塔个，哈。读过以后学会了，你拢行是喷读个老爱先的，也基本的条件，你拢行是唔会做唔得，因为喷读个唔爱先就做唔得，因为爱先都唔会喷读个，要做唔得，就做唔得啦。哦，跳白最做打白叶咪时音柱诶，时沙，係，归你创作，创作係，睇好人五沙要用金落去，睇好人六沙，你下要加炭嘅落去，七沙八沙咁打落去。不過跳白線上，你都要學你嘅時節要冇，喺案台上，你唔講操刀夾表練少。我跳白嘅時台嗬。好唔會要講嗬，你下因為夏季，你下練嘅會所嗬，好冇地方去練，所以佢你下然後會抗議會練習嘅會所。跳白睇煲湯是做咩？係啊，睇煲湯從喺跳舞莊啊，喺度喺煲湯細胞家咯，喺睇住個煲湯就是擺粥。做是擺去開始是練習嘅，噴到吼，跳擺忙唔得要按煲湯，唔到喺度係耕田嗰度吼，大家都是來練習，唔到話跟咁樣打咯吼，打到9點鐘10點冇嘢咪講啊，你下做唔得咧。先生，咁你跳擺學習按用擺進到噴讀嘅時間有冇？因為你都是8歲是開始慢慢用一步一步學到你下50年咧。沒有擺式嘛，從麼？吼，有擺式。師傅加改。師傅加改，吼，有動音嘅嘛？為某年紀若係不夠勤勉嘅時間，有冇？跳擺你講，要到個擺進師傅去講去學擺進嘅時間，以後學該對講技術考落去。哦，跳擺先生哦，你是講我即個本身嘅經驗嘛，吼，因為。
好忙的情形啦吼，啊有的师傅吼，佢讲演的佢风格讲嘅风格吼，因为冇同样吼，有人教唔會吼，佢先唔好結吼，為用咩咯吼，啊，我是唔會，我是講我是講其實佢判到真好，吼，我係講十個加油哦。加油哈！我本來講本來還冇按要面慢掉哈，是講實在係佢本來以後，安尼會講冇。你要鼓勵他啦，鼓勵佢，有會帶會險佢，有會鼓勵佢哦。啊，冇講佢哦，你做得咧，你做得咧，哦，你判斷真好咧，跟住會去到佢嘅，啊，佢係咪叫做冇學咧，有啲做唔得啦。其實哦，線上啊，因為我有訪問過一個線上嘅學生啊，其實佢性關注非常嘅崇拜啊，非常嘅尊崇田文光老師哈。老師你看他教學一樣唔會罵學生，他就是這樣子很溫和的說，很認真的哦。我們說傳藝傳心，他就是師徒制，一改帶一改。不過改係有一噴好先生，唔錯，你啱噴唔錯。他說哇，個性關注嘅壓力是在動態。不過佢嘅意思係講，就是認為性上按用教才會進步，這樣東西才會進步。我都有分啦，吼，是講入室弟子，正式拜師，教基只好念掉，比較嚴格。他呢。冇種相教嘅吼，是講師兄弟之爭。啊個老師咧叫用乜判用乜啦，我用呢字會來講田啦，該是來講田。係，線上該從你的後代咧，因為線上該下二台、下二台有冇？有些都是不一定學八音，對不對？等下都學西洋的音樂器有冇？我隨便當下擺當人台啦吼。即個了解本文化部嘅咪文史處嘅吼，嗰個官員吼，大概諮詢啊，佢諮詢係講，你即個傳習了他為畢業為所，你傳習咯，啊你即個傳習做乜傳別啥，啊即個冇傳到。我這邊我只冇傳到，我深究係佢北藝大藝術大學畢業嘛，傳統音樂系，係佢會打會唱會愛，就唔會，其實唔會判得畢業丟啲啦，佢會打哦，丟啲佢出門會打，其實唔會判畢業，所以咧畢業很難丟啲難啦，好難學，係我嚟會打會彈，其實丟啲咩冇，也是不會嗩吶，所以了解喺度盡。開課上面出10開課，我就針對你不看見了，我來去下功夫咯。大家有談到冇？先生講佢到8時報案叫唔過禮拜上嘅開課，到馬三線到7假嘅。來自家嘅興趣。啊，妹是專門鋼琴，小提琴。維亞林有冇？係冇。佢墨爾本喺墨爾本大學佢主修鋼琴嘅吼，一個小提琴。老師沒關係啦，冇相干啦，下擺有冇？老師判他個每時來violin是好的呀，用我們想辦法來跟傳統現代結合。下擺已被諮詢嘅時間有冇？你是台風嚟講，哎呦，我判他，我每做啲攏我陪下。哎呦，沒做得。我去年是到上大概開課，那個音樂會噶，有開課。音樂會我就要表演中西合作，按啥文化局嚟講吼，講到吼，啥中西合作，糟糕，冇傳統嘅。我很配，我是不是講錯話題咧？講到最尾，沒有，其實根本嘅吼，東方姨就喺繞牆到天文宮先生來到節目地度來分享。其實本來用音吼，大家都係你客家東從了解，你講傳統嘅音樂、傳統嘅文化，其實傳承本來是係以前當困難嘅事情，總係要一感應獨解，吼，善忘大病，希望所有嘅鄉親朋友做得老愛向下來記住。
去天性上做安样嘅创新，不管係天性上来也好，兴趣也好，冇也好，我試到做呢條路行本身大家都強下，所以當感謝先生呢度節目地度，然後強下來分享，下擺有機會就過來好冇？好，好，基本當感謝天先生哈，嘿，好，嘿，感謝主持人，什麼先生哈？誒。天年下來有機會就可以談下百姓嗬，係講現場有百姓嘅人就嘛去參加，咁嗰3年下來做運動了。